不的，你这帮人文武的一定要搞不的，强制主管哦，平白无故啊，把我拉到公道里面，困当死肉。女婿当啊，就是我配当死啊！大大好，肯定是我自己做错了当啊，你把我不会当啊，女婿给你都想好了，有道有理，有规有矩，肯定是不对呀。混乱了，东西啊，我是弄啥的？就是这个人我是女婿好，嘿，你虽然是我傻的，你只会女婿归女婿，我仔细一点称啊，两个种的人呐，我也是女婿好。请问干不我生的？你把我生做干嘛？我生了好听都是你生的。跟我出生，我晓得啥子是吃的饭啊，我到处二回梦生出来，请我追杀。我出生，太大气了！啊，这讨饭句啊，把我困打死了大背，我到我娘讲我是要当啊，像我姊妹面包也没吃过，把面包跟高没吃过，犯错了，我这口气啊，我一定要出这里，我可不相信，我装不过啊！